来看台中五权火车头昨下晡，有一个细单的查甫人搬墙入去火车站，站务人员要查票，这个查甫人甲伊杀入去柜台，人就落跑。警察是已经抓到人，嘛以杀人未遂罪甲伊送法办哦。代替的产业工会是搁再呼吁讲，代替应该要赶紧来增加保全的能力，嘛要赶紧来提出保护员工的办法。被两姓陈的嫌犯头日无讲过，7日早起，已被依照杀人未遂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为什么站务员？是他被抓吗？你逃票吗？不好吗？你要搭车去哪里？姓陈的嫌犯7日下晡翻过火车站的站区回离，入去台中火车站的上北月台，迄时阵现场的站务员发现阻止，结果姓陈的嫌犯雄雄出手一杀，将站务员杀到上北的铁骑路。好在迄时阵进站是路南列车，站务员脚无骨折送医。警方7日尾嘛伫车站附近抓到，警方查出伊是一个家友，也是辖区伫安乐馆的人口。他是居无定所，常常就是在站区游晃。应该是从那个围篱旁边跳进那个月台上的。台中五权车站这栏杆压挂细单嫌犯用来并墙的配带，下边就是站务员进出的楼梯。因为五权站是属于监狱站，平常时干一个站务员入口是简单的录客机，那站务员无用其他勤务就无人顾。代替产业工会表示，通勤监狱站的人流常常不够，也很讲是予员工执勤的风险增加。公司应该要针对员工的安全，特别是我们站务人员的安全，进行这个有效的防护措施，包含增聘保全，包含配置密录器。被补票或被查票的旅客有相当的一个安全距离。其实昨天他也有一个相当安全距离，只是他突然冲过来。代替表示，平常时拢提醒第一线维护人员甲民众沟通，或者是查票爱保持距离，也甲铁警配合铁员见警率。不过讲会前会人力不够，已经是第一线长久的问题。代替应该要研究具体保护措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